别摆出这么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我就是那么一说，没准儿等你流放出京城了，我弟弟还好好的在宫学里待着呢。你，对了，你为什么不让你弟弟好好出息一把，也考上太学呢？他啊，就不是读书的料。哎，对了，你在内学堂待了这么久，又足智多谋的，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法子可以让宫学的学生在短时间之内考上太学的数量大大提高呢？你别这么看着我，说一说又不会少了你身上的一块肉，只当是我大人有大量，不和你弟弟一般见识的报酬了。你看我的手，就是因为他才弄成这个样子的。我呀，就没见过你这么打蛇随杆爬的人。我虽然没有参加过太学考试，可是细想一下，任何考试再难，也都是有迹可循的。其实这些年，太学的试题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套，你只要打听清楚今年的主考官是谁，想一想他又偏好什么学说，把考试的范围画出来，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谢谢你，真是太谢谢你了。那你一路走好，到了家千万别忘了给我写信啊。那我先走了，你保重啊。行了，这种敷衍的话，我一个字也不想听。那我先走了。又有什么事啊？没有，其实我想说，要是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搅和在里头，说不定我们俩还能做好朋友呢。姐，你没事吧？是不是那个班叔又跟你说什么鬼话了？没有，你不懂，也不需要懂。姐，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不让我跟他作对的。但你忘了，我不是胆小鬼。你马上就要离开京城了，他还要过来对你冷嘲热讽，是可忍，孰不可忍？杨大人，杨大人，班女夫，你找老夫何事啊？杨大人，我想要近10年来太学入学选试所出的题目和优秀答案。哦，我知道这是不情之请，但这次一定要麻烦您了。这边呢是太学入学选试的题目，这边是优秀答案，麻烦大家把这些都汇总一下。你们这边把选题中出现最多的题目全都找出来，写下来。你们这边把那些优秀答案里面最重要的提纲全都列出来，也记下来啊。大家就当是帮你们堂哥、表哥、堂弟、表弟、外甥、侄子的忙了啊。喂。把这些发下去。喂。他说：“真的可以吗？”哎呀，徐博士！哎呀，梁博士，好久不见了。是啊，梁博士，确实好久不见了。你今儿怎么会到这儿来啊？您不是已经告老致仕了吗？啊！要不是我瞄着这每个月太学你领月俸的机会，老弟还真不好找到你呢。今儿我是特地替你引荐一位大人哦，她就是我们公学的班女夫哦，她仰慕您的学问好久了。徐博士，班女夫，不会就是那个连7月流火都说错的小丫头吧？啊，是，班女夫可是诚心想学呀，所以今天特地来讨教您。嘿嘿，徐博士呀。女夫，这是什么呀？大伙儿都看到手中的绢册了吧？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它，因为这都是你们的女同窗们努力好几天的结果。这里面摘录了近10年来太学入学考试的重点，还有优秀答卷的破题概要。大家都是聪明人，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不错，
论真才实学，咱们比起那些整天点灯苦读的寒门弟子，是要差上几分。可是，会读书，并不代表会考试。连田忌赛马都知道，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咱们干嘛要跟别人死拼呢？我跟梁博士还有姚女副已经测算好了，只要把新的要点全都记好、背熟了，咱大伙儿的心里就有底了。对呀，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好主意啊？就是啊，真没想到啊。对呀。除此之外，我还给大家请了一位临时的夫子，徐博士。这位徐博士是太学已经致仕的博士，那学问的水准啊，可是比海还深，比山还高呢。以前还主持过7、8年的太学入学的口试，我特意呢，请他隔一天就给大家来一次突击的训练，就是为了加强大伙在这方面的能力。要知道，设测、测试和问答口试是各占1/3的，而口试呢，主要考的是实证策论。大伙想一想，咱们公学的弟子们比起其他考生强在哪儿呢？还不是位置高、眼界远。平时咱们在家中听着叔伯兄弟、亲爹表舅闲聊朝政的时候，还能比别人知道的少吗？所以只要抓好了这一块，我们公学的弟子又何愁不能在太学考试中大放异彩呢？对呀，谁说咱们就一定比那帮人差了？就是啊，我们比他们差，他们差呀？谁说的？那还不赶紧给徐博士拜师行礼？弟子不才，愿受徐博士教诲。好，好。晋公子重耳之王，说的是身为贤者，必须要遵从君父的命令。哎呀，错了，你们这都记得什么呀？这明明讲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哎呀，重新背。徐博士，这一段我背诵完了。你坐下吧。谢徐博士。青青园中葵，妹子，你来啦，随便坐啊，我这可没什么好招呼你的。哎呀，还在忙啊？哥哥今儿给你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待会儿再说吧，让我先把这个写完了。策论回答起承铺转解五要点，怎么这东西也让你写啊？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00斤让你收买徐博士的吗？什么收买？我明明是重金礼聘，好不好？人家虽然是过来了，可又不是包治百病，好歹我也是个公学掌舵的。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不多想着点可不行啊！好了，邓大将军大驾光临，给我带了什么好消息啊？你猜呀？你猜呀？好啦，别逗我了，有什么好事儿直说吧。哎呀，你不是心心念念想进你们班家族谱吗？我从太后那儿得知以后就留心了。你说你干嘛不早跟我说呢？不就一句话的事吗？啊，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到了扶风去，估计你那个顽固的老族长过几天就收到了。到时候我看他们还敢不听话。等等，你不会是摆出你大将军的威势，强逼着我们班家族长把我的名字写到族谱里去吧？那不然要怎么样？哎呀，谁让你多管闲事了？快，把那个人赶紧叫回来，快点啊！那封信不能让我的族长看到，快去！哎，你干嘛呀？我这是帮你呢。多谢，可我不用你帮忙。哎呀，我扶风老家那帮叔伯们本来性子就傲慢得很，谁不知道你是权倾天下的大将军啊？你这么大大咧咧的写封信过去，什么意思啊？这不摆明了以势压人吗？那以势压人又怎么样？他难道还敢不同意不成？不是他同不同意的问题，是我愿不愿意让你去的问题。哎呀，这事要是传开了，别人怎么看我呀？你看，你这就是矫情了。哎，我帮你又怎么样？只要你能达成自己的目的，你还在乎别人怎么说啊？你看你现在，你这么拼命努力，不就是为了跟太后打那个赌吗？放心，有我在，啊，太后绝对不会把你给流放的。哎呀，别人不在乎，我在乎。邓志，你这么帮我，我真的很感谢你。可是我下了这么多苦功夫，好不容易才摸索出一条路子，眼看就要成功了，我真不希望被你轻飘飘的一句话全给抹杀了。这怎么叫抹杀呢？
啊？那我帮你和你自己努力，结果不都是一样的吗？当然不一样了。搬家族长要是听了你的话，把我的名字写到族谱上，那是被强逼、无可奈何才不得不答应的。可我要是成功了，那是凭我自己的实力，凭我自己的本事得到太后娘娘让我归宗的奖赏。我就奇怪了，哎，我和我妹妹一笔写不出2个凳子，啊，你讨好她，她下旨，这就是光明正大。那我帮你就是邪门歪道啊。反正就是不行。你们这种高高在上的人根本就不明白，我就想凭我自己的真本事让族长服气而已。登之，你要真把我当妹子看，赶紧把那封信收回来，别在这添乱了，要不然我生气了。你不用拿这句话堵我，你自己心里知道。我要真拿你当妹妹，还会这么费心费力、吃力不讨好的帮你吗？哎，登之！飞鸽传书到咸阳驿站，让去扶风送信的人不用去了。喂。将军，你都听见了？哦，听见了，就一点儿。你说，我那么为他着想，他怎么就不知道呢？还和我吵架，我容易吗？我为了他，我连寇家的婚事我都退了。是，这班女妇呀，她不识抬举他。好好说话。那我可直说了啊，将军，退婚这事儿，你能算在班女妇头上吗？她可从来没说过喜欢你啊。屁话！我让你，将军，让你胡说八道。将军，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啊。你说啊，他平时有什么事儿都喜欢找我帮忙，为什么这次拒我于千里之外？你说，那还有什么为什么呀？您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呗？来，不，属下该死，属下的错。将军，不过属下可说的是大实话。这班女妇能进宫里当女妇，那能是一般人吗？那心气儿，那志向，可是与众不同啊。虽然说的都是一件事儿，这靠自己的本事和靠别人，那可是不一样的感觉呀。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拿您来说吧，你说你是靠真刀真枪、实打实坐上大将军的位置，还是要靠太后兄长的身份呢？我懂了。可是他老顶着我说话，就凭这一点我就不高兴。将军，他一直都是顶着你说话的，你忘了？你第一次见他，他就把你给绑了。可是您呢？您当时喜笑颜开的。可能时候不一样了，心境也就不一样了。哎呦，将军，你可算明白了。将军，像我们这些武将吧，娶媳妇儿那就得娶贤淑懂事的。你说一，他绝对不敢说三道四的姑娘。要不你们一吵架，你摔桌子，他能把桌子给劈了，那还怎么过日子呀？这班女妇吧，人挺好，也很懂事儿，可她呀，绝对只适合当哥们儿，绝对不能当老婆的。你看她那样，炮仗脾气，也就适合像魏婴那种唧唧歪歪的人。行啊，挺有一套的啊！谁教你的？是不是霍恒教你的？绝对没有的事儿。扣你8成俸禄啊！不是将军，不用这么严重吧？这霍将军也是为你着想才这么说的。我呢，我只是个传话的。将军，将军，别呀，将军，将军，滚了！将军，别扣我月俸啊！将军，别扣我月俸啊！将军。班女妇，跟我们一起玩吧！你们好好玩吧，我就不玩了。将相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普其心志。皇上驾到！各其体肤。参见皇上！参见皇上！不免了。谢皇上。班女妇，朕不就几天没来宫学吗？你犯得着跟太后那告状吗？皇上，
您到宫学来上课的事儿是太后娘娘安排的，您宫里也有专门的皇门和宫女盯着，这告状的事儿还轮不到臣女吧？好了好了，朕都来了，今天学什么？讲吧。皇上，您有所不知，这1个月宫学男生这边的课程，大多数都是以太学的考试为基础准备的。其他不满16岁的学生，大多都是以自习为主的。哼，这叫什么话？朕是皇帝，为什么要排在别人后面？班叔，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臣女考虑不周。不过宫学的房舍并不算宽裕，皇上要是愿意的话，大可以和内学堂的女生们一起上课。不知皇上意下如何？胡说！朕乃天子，怎可与女子同堂？还有，不过几个死丫头，我才不吃这一套呢！皇上，女生那边有你的妹妹文喜公主、堂姐北香公主，还有大司空的爱女。不知道你口口声声说的死丫头，可否指的是她们？不过皇上说不愿与女生一起就读，这一点臣女倒是同意。内学堂的女生们在臣女和姚女妇的教导下，已经学完了《论语》《毛诗》《周礼》，还读了小半本的《汉书》呢。不知道这些书，皇上您又读了多少呢？朕已经能熟读《论语》。谁在笑？给朕站出来！朕要杀你们头，治你们的罪！出来！给朕出来！班叔，你这个女妇怎么当的？有人无视君父，当面嘲笑朕，你都不管。还有，你轻慢朕宫，为了这帮低贱的人而耽误朕的功课，你这是犯了弥天大罪，你知道吗？你不忠不敬，玩忽职守，这要削你的官，这要治你的罪。不好意思，皇上，我这个职位不是朝廷命官，而是太后娘娘以私学夫子的形式所请的女妇，您恐怕削不了我的官。你，班女妇，你这是对皇上不敬。就算你是女妇，也不能不顾君臣之谊，对皇上冷嘲热讽。对，你胆敢反驳朕，就是罪大恶极。好了好了，大家都别看热闹了，该温书的温书，该自习的自习。你胆敢无视朕！班叔，你个坏蛋！你班家一家都是混蛋、杂种、叛徒、大坏人！怪不得你扶风搬家不认你，你活该！你再说一次！皇上是九五之尊，班女妇，你恐吓皇上吗？对，说就说，别以为朕怕你，朕是皇帝。就算是皇上，也要学会修口德。我父亲班超为大汉镇守西域几10年，为此妻离子散；我大哥班勇为皇上远征塞外，剿灭流寇数万。原来这些功绩，在皇上您的眼中，都只是不忠不敬吗？我劝皇上最好收回刚才的话，要不然就凭着太后娘娘所赐我的尊师鞭，本女妇也不介意再打你一顿。你打就是，你别以为朕会怕了你，朕总有一天要亲政的，到时候朕一定要亲手杀了你。原来皇上还有这么大的志向吗？好，臣女乐意奉陪。不过依我看，就以皇上您现在的体格和本事，就算过了10年20年，也没法子亲手杀了臣女吧。好，皇上不是不愿意自习吗？那臣女现在就带着你，好好的学一些又能添学问，又能强体魄的事儿。所有不满16岁的学生，全部给我站起来！这是什么呀？还记得我第一天来是怎么教你们背长歌行的吗？记得。你们，包括皇上，现在全都给我去院子里。那天怎么跑着背的长歌行，今天给我照样再做一遍。喂。走。朕不去，朕最讨厌跑步了。你去不去？不去。你真的不去？朕就是不去。你能拿朕怎么样？打朕？去还是不去？这是什么声音啊？哪里传来的呀？清清圆中怀，朝
阳春过了万物生光辉，长冬秋节至，昆黄花叶翠，百川东到海，河水不息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班女妇这样对待我们，是不是太残忍了些啊？对啊，我们来公学是来上学的，不是来受他欺负的，对不对，皇上？对，没错。朕要回去告诉奶娘，朕要治她的罪，朕要杀她的头。干嘛？你看他们一个个的，哎呦，折磨。文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你来给他们讲讲道理。喂，皇兄，还有各位同窗，班女妇让你们一边跑步一边背诵，可真的是为你们好。因为我们以前在内学堂也是这么做的，这么做不仅可以增强你们的体质，还能让你们读起书来更有劲儿、更专心。像我以前动不动就头昏晕倒，可是自从跟着班女妇跑步锻炼、上场打马球什么的，简直就跟玩似的。你们刚才说老鹰捉小鸡是女人才玩的东西，可是你们知道吗？我舅舅邓大将军在军营里也是这么训练底下的将士呢。还有，皇兄你这么胖，穿起龙袍可一点都不精神。长此以往，还有哪个姑娘愿意给你做皇后啊？所以啊，你还是多跑跑吧。听到没有？女生们都懂的道理，你们也应该懂才对。不过皇上说的也对，我确实太心急太学入学考试的事情，对你们呢又有一些疏忽。不过放心，从明天开始，我和梁博士就要给大家讲《论语》和《左传》的重点，刚好大家一起听一听。反正你们到了16岁，都是一样要考的嘛。哦，对了，文喜公主刚才的话也提醒我了，以后内学堂的好习惯也要带到宫学里才是。虽然太学入学考试很重要，可是一张一弛，劳逸结合，这才是文武之道。所以我决定，以后每天除了早课和午课，每天下课后的半个时辰，所有宫学的男生都要一起参加锻炼。你别脏我衣服啊！他们追个球跑来跑去，干什么呀？进了！红方进球。比得这么激烈，加我一个如何呀？哦，好啊。哎，霍将军，霍将军，快点到我们黑方来！为什么呀？姚女妇可是我们红方的，霍将军又是姚师长，当然也是我们红方的啦。啊，霍将军和姚女妇是那个呀？别胡说，什么师长？小孩子就是诚实，爱说实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停！师傅，不公平，不公平！凭什么他们队多一个人呢？那我们也加上一个吧。寇峰、皇上，你们两个谁愿意加入啊？朕是皇上，朕怎么可以玩这种有失体统的玩意儿？好，您老请坐。那还有谁愿意来啊？我来。舅舅，你来的正好。霍恒都来帮姚女妇了，我能不帮你吗？好，既然邓大将军愿意加入，那我们黑方的实力自然不能小瞧了。来，咱们接着比赛。嘿，这个
姑姑，要不咱们也去玩玩吧？皇上想玩也没问题，不过皇上您想一想，太后娘娘她为什么到现在还把持朝政呢？不就是说您还小吗？所以这种玩意儿只是小孩子玩的东西。是吗？那就不玩了。啊，真无聊，又不能跟他们玩，上课班书又盯得紧。皇上，如果您真想玩的话，臣给您介绍一个更好玩的东西。皇上，这3颗骰子，2个大以上呢是大，2个小以上呢是小。那你压大还是压小？还是压大吧。行。大大小是大呀！皇上您真厉害！恭喜皇上！您看，现在这些钱啊，归您了。果然有趣。可是这点钱能管什么用啊？哦，皇上富有天下，当然不会把这点钱放在眼中了。不过，其他的不管是金山还是银山，全都是太后给您的。只有这些钱，是靠着您自己的本事挣来的呀。好，咱们再来，来，跟朕一块玩。喂，我压大，那我压小。大小。哎呀！寇封给王夫人请安。你做得很好，告诉那些小黄门，务必要让皇上多赢几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请夫人放心。真是个乖孩子，你只要继续这么听话，我自然就会告诉皇上，让他接着信任你。是，王夫人是皇上的乳母，深得陛下信任，自然是一言九鼎。你要对付班叔的事，我心里有数。放心，他始终有个软肋，那就是他的大哥班勇。谢谢夫人。下去吧。夫人，真是天赐良机呀！告诉冯侯头人，大旱大乱在即，请他宽心。我既收了他的银子，就绝不会让班勇离开时在西域都护府留下一兵一卒镇守。喂，明公长，清河王妃薨了。太后，清河王妃薨了。清河王妃毕竟是皇帝的生母，如今因病而逝，是否应该按太后或者是太妃之位追封呢？微臣以为不妥。皇上虽然是清河王子，但经太后迎入京内，入祀先帝，在宗法上就是先帝和太后之子，与清河王
只有叔侄之情，并没有父子之意。清河王妃先逝，最多给她追加为藩地王妃，其他就不能多做了。可是，皇帝一直与哀家不睦，就算到现在，他也是一直叫哀家太后，而不是母后。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一定又会胡思乱想的。太后，依臣所见，就算是皇上也应该遵守礼法。太后可下旨厚葬，也算是对得起清河王妃了。如果皇帝想为清河王妃扶丧呢？哎呀，这毕竟有母子之情啊，臣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啊。臣认为不妥。哦，你说来听听。臣认为皇上不应为清河王妃扶丧，天子扶丧，臣子们又应如何？依礼，天子扶丧为国丧，百姓们理应尽欢尽乐。且尽婚丧3年，臣观朝中局势，现在正是与流寇焦灼的关键时刻。如尽婚丧，朝中兵源必定缺失，对我朝可是大大的不利啊。言之有理。臣还以为清河王妃的丧事只可在清河境内周知。你的意思是不告诉皇上？太后，这可大大不妥啊！大汉有数十藩地，王后、王妃、太后、太妃无数。虽说清河王妃是皇上的生母，可她毕竟是清河王的侧室。臣以为清河王妃的丧事不用惊动朝廷。太后，霍中郎所言还需三思啊。就依霍卿所言，霍卿进言有功，擢升为侍中，入尚书台供职。谢太后恩典，太后千岁，千千岁。他们凭什么不告诉朕我娘死了？凭什么？朕是皇帝！太后娘娘，这是太过分了。王妃娘娘可是您的亲娘，她就您这么一个儿子，如今这一闭眼就去了。您空为天下至尊，连拜祭他一回都不行。娘娘，娘娘，您好命苦啊！娘，太后这个恶人，连最后一面都不让儿子见您，就连为您扶丧都不行。皇上不哭，皇上不哭啊！乳娘会保护您的。您听我说，皇上，太后娘娘既然不想让您知道，您就一定不要在太后娘娘面前露出您知道的样子，知道吗？不然她会生气的啊！朕是皇帝，难道怕了她不成？可现在您这个皇帝不作数呀，连传国玉玺都不在您这儿，我看还是忍忍吧。谁说的？那玩意儿只是放在寿安宫，那玩意儿是朕的，朕想干就干。皇上，那这道旨意能帮我盖上玉玺吗？您要是能做到了，我就确信皇上确实有雄才大略了。令班勇不得留兵镇守西域都护府，为什么要下这道旨意啊？皇上，您上次不是说过要想办法对付那个老折腾你的班叔吗？班勇是班叔的大哥，现在在外头跟漠北部打仗。他要是遵了旨，不留兵镇守西域都护府，就会被治罪。那时候，班叔不就成了罪臣的家属了吗？他要是不遵旨，那就是抗旨欺君，同样是死罪。哦，这个主意好。参见皇上。太后呢？禀皇上，太后娘娘出去了。皇上是来给太后娘娘请安的吗？是。那朕就在这等着。你先下去吧，先下去。喂。
班叔，等你哭爹喊娘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皇帝。哼！这清河城在西方，哀家认了清河王妃的儿子，也只能向西边捎点纸钱，聊为祭奠。太后宅心仁厚，不愧为我大汉之国母。你告诉我，为什么太后突然这么宠幸这个霍桓？这，你如实告诉我。我不仅是大将军，也是阿随的大哥。喂，原来如此。听着。这个霍桓跟霍恒不一样，做事有点邪，你帮我盯着他点。如果他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你先要提醒他，然后再来告诉我，知道吗？大将军的意思是，就任由这位霍世忠？先帝早亡，阿崔一个人扛着天下，这么多年来着实辛苦。他才29岁。奴婢明白。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微臣有要事禀报。什么事？这是宫中刚刚发到尚书省的圣旨，微臣看了不敢奉诏，还请大将军您看一看。这是何时发的？这是新发的圣旨，太后不在宫中。哎呀，原来是我们这位混蛋小皇帝啊！走啊，跟我去见见我这位便宜外甥。我倒想知道，到底我是他舅舅，还是漠北部头人是他舅舅？跟我走！喂，大哥。皇帝，你已经不小了，怎么能做出这么不知轻重的事来呢？皇上，这道圣旨不可能是你自己写的，你说，到底是谁让你下的旨？大将军在问你话呢，你们还知道我是皇帝？天下有哪个做臣子的是这样逼问皇帝的？你还有理了？你知不知道？如果这道圣旨发出去，高兴的人到底是谁？是流寇头人。不留兵镇守西域都护府，就相当于把班勇花费半年时间收复的地方又拱手让人。朕不管，朕是皇帝，朕的圣旨想怎么下就怎么下。你说不说？到底是谁进了谗言，炮制了这道圣旨？朕就是不说。你想怎么样？弑君吗？皇帝，大将军是为您好，他这是为朝尽忠。哼，什么为朕好？少来！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们瞒着我娘死了的事。娘，儿子不孝，就算当了皇帝，也没法帮您送终。皇上慎言，太后娘娘才是您的母后，清河王妃从礼法而言，她只是您的叔母。朕不是，朕才不是这个女人的儿子。她自己生不出儿子，就把我娘杀了，还把我抢进宫来。朕就是个傀儡，朕就是个木偶。娘，谁让你胡说八道了？说！救命啊！有人要杀朕，来人呐！有人要杀朕，来人呐！皇上，快来！大哥，护驾！放开朕！快放开朕！
皇帝，哀家没有杀你的母妃。当年也是在你父王力荐之下，哀家才带你入宫为帝的。你父王清河王，他原是皇嗣，所以他一直对王位念念不忘。算了，哀家知道你也不想听这些。来人呐，把皇帝送回寝宫。喂，请皇帝在宫中好好思过。